好来，乡亲啊，即摆只要讲是消毒杀菌的产品，拢卖甲强强滚。重点是这个产品敢真正有消毒杀菌的功效咧？啊，到底要安怎来使用这个产品，才会当防武汉肺炎咧？来看咱的报道。家里厨房都会有的芝麻油，在网络上却被当成抗武汉病毒的神油。网络谣传喝煮沸过的浓大蒜水可以治疗武汉肺炎。有香港媒体报道，维他命 C 抗感冒也抗新型肺炎。为了对付武汉肺炎，网络顶面的消息有够多，拢是武汉肺炎治菌的方法，是真是假，有效无效，民众敢知？你看，我在买这个整箱的东西，这个什么环境什么的泡泡洗手液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一口气也是一箱一箱的买。规大箱的防疫物资，只价到为名，桌顶拢是大罐细罐的物件，为一加仑的酒精到打洗手、漂白水到处理纯水，各种消毒喷雾拢有。伊是陈先生为了厝内两个孙仔，特别买处理纯水机，一工来7多以下消毒几啊摆，就感觉有七只安心。那这一次刚好碰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问题，我就更加紧张了，因为小孩子一天到晚都现在在念幼儿园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进进出出很可怕，所以我家里头呢就更是不能掉以轻心，所以我就买了蛮多的这一些。趁囡仔去读册，将这佚佗物仔摕出来吃，验过这个消毒的物件，敢真正有法度挡武汉肺炎的病毒？到底有没有效？我也不敢。在这边讲说他们是不是真的会100%有效？但是依照专家他们的建议呢，我觉得多准备的话，多一层保护，我是觉得这是必要的。杜医生做整理发现，目前市面上的消毒产品，除了酒精会使有效杀死新型冠状病毒以外，其他大部分敢会使针对流行感冒、肠仔病毒、诺如病毒有效。因为武汉肺炎才出现较无3个月。无厂商直接挂保证，家长收钱买到的产品，敢有法度真正有效杀死新型冠状病毒？这无法度确认，而且更加注意的是用的方式。用出的酸水喷手，也是对食物，也是碗盘咧喷，专家讲这是完全错误的秘术，根本袂使掉入腹肚底。就算可以杀病毒跟细菌，但是它也是这种无差别性的伤害，所以当然伤了病毒，也会伤我们自己的手。进前就幼稚园的囡仔收集用出的酸水消毒，结果手是发红过冰。桃园有一个校长做一个防疫喷雾的磅空，喷的就是出的酸水，验过这类商品有接触风险，敢会使用伫环境的消毒。既然有刺激性的话，最明显的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过敏、红肿的这种症状，然后导致我们的皮肤可能会肿胀、不舒服。那如果在眼睛或者是鼻腔的话，上呼吸道的话，可能就会流泪，或者是会有就是呼吸不顺，然后流鼻涕、打喷嚏的问题。一般的消毒产品，出的酸水、漂白水加酒精，出的酸水其实就是出的酸碱加上氢离子组成化合物，透过蛋白质变成会使杀死未包膜加包膜的病毒，包括冠状病毒、轮状病毒、肠仔病毒等等，加出的酸钠、漂白水同款，拢敢会使用伫环境的消毒，袂使食到，嘛袂使接触到皮肤，较好过敏。酒精敢会使杀死包膜的冠状病毒，要不用了过头，可能会愈磨愈大，更加袂使代替淡洗手。若是洗手了后无拭了大细菌量，电都会比洗手前搁加84%，因为自来水、洗手冷拢可能有细菌。拭大细菌才袂存在，这个正确防疫观念，消毒产品敢若会使用来辅助，维持个人甲环境卫生，才是健康唯一的办法。